的来到唐人街有这种感觉，你有没有觉得？还是上央家乡的米哦，I miss home cooking， 是不是？好啦，上央家乡的米西，那我们就来找找这里有什么家乡味。好啊，来吧，来吧，来里面看看。有海鲜的。Seafood，海产。美国有牛啊。哦，对，这是我们需要的五花肉，对不对？三片牛。这个我们要做什么样的米西啊？客家风味，加一点吉酱不错。吉酱好不好？酸酸甜甜的。哎，我看呐。要变好嘞。 OK。呱。我们要 cooking， 所以呢，home cooking 一定要，对对对。How much about it？ 啊，Thank you，$1。Where are you come from? Philippines. Oh, Philippines. We come Taiwan. We come from Taiwan. 酸甜买到诶，拜拜。拜。哦，都有咧。I miss home cooking. Hi, I want number 4 and number 16. One chicken, one cola. That's all. Thank you so much. 看上央家乡的米西就会切架做。 I miss home cooking. 啊，豆皮耶！哦，我来吃吃看。老家乡的米西跟这边的元素稍微结合一下，怎么样？你觉得这边的人会喜欢吃什么？应该像美国队长一样喜欢吃马盖鸡肉汉堡。鸡肉汉堡，但是我觉得猪肉是不错的选择哎，那这样我们不如就是来个中西合并怎么样？不错哟。好吃加好吃，我这个加汉堡，对再加肉。这样是不是超级100好颗吃？决定了。 Give me five。好耶哟。不错哟。但是我有闻到一个味道，啊，原来我还有一道大熊跟米西。对。为您呈上家乡嘅米西鹹菜乾肉，香喷喷呢，可以开动了耶！哦，说到家里鸦片的东西，不过还是最想要家乡的米西。我也是 ，I miss home cooking，我好想吃梅干扣肉哦。